谢主平安带领我们经过一个礼拜，同时有上主满满恩典，又带领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中。我们应当称颂感谢他，因为神的话记载以赛亚书2章第3节的 B， 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。阿们。让我们欢喜快乐，一起来赞美称颂我们的神。我的心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我的心。我们一起在音乐中安静我们的心，
我们寻求神圣的核心，与神亲近来祷告。也为了今天晚上在线上一起聚会的富强人，圣灵亲自带领，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地方，都能够同心在这个聚会里面得到神恩典。为了这个聚会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因着你的话语，我们知道你的道路，也因着你的灵，引导我们走在其中。这是何等恩典蒙福之路！感谢赞美你，亲爱的天父，你是我们生命的目标，是我们道路的终点，是我们永恒的赏赐者。我们的心要称颂赞美你。诗歌，我的心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我们一起来唱副歌：天离地有何等的高。天离地有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，懂你心有多么的远，他是我的过犯也比我多远。耶和华有怜悯的爱，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耶和华他是我的神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耶和华他是我的神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耶和华他是我的神。上周我们分享突破性的祷告，不是偶发的、突然的。同时借着耶稣彻夜祷告，教导我们恒切不住祷告，以信心进入上帝神圣的核心，让生命与神真正的团契，活出基督的样式。今天仍然继续上周的主题，我们一起来分享。俄国有一位修士叫迪奥芬尼，非常出名的修士。他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祷告是将理智带进心灵，站在上主的面前，上主在你里面，无处不在，无所不知。”因此，当我们受引导而进入神圣的核心时，那种心灵境遇将会是惊讶不已。17世纪法国盖恩夫人
他有出版一本书，叫做《简易祈祷法》。这本书教人简单又持久的祷告方法，校园书房出版的，在网络上我们可以搜寻得到的书。这本书帮助我们由外在的理智事物，转向自己内心的深层的部分，是经由因着单纯专一的心及渴慕神的爱，来亲近神，而经历神的临在。所以甘恩夫人又说了一句话说：凭着信心，我们可以在上主面前倾心吐意，将所有的专注力转向他，这样子就能够在神里面找到神。这样的经历是完全彻底的依靠信心方能得着，因为我们内心隐秘处最神圣的地方，就是神居住的地方。真正与神亲密的地方，是明白神心意、听见神声音的地方，也是我们进入更深属灵经历的地方。意思就是说，让我们的身体被上帝的话语充满，我们的意念也被上帝的话语充满，我们的心也被上帝的话语充满，我们全然享受浸泡在神的神圣核心里面。我们熟悉的旧约人物哈拿，在示罗圣殿专注恳切，不住向神祷告。哈拿凭着信心向神吐出心意，倾心吐意的祈求，求神赐给他一个儿子。神听了他的祷告，赐给他一个儿子，那就是撒母耳。这样浸泡、倾心吐意，在神里面的祷告模式，是现今我们活在这种环境中必须学习的。我们必须学习安静，学习等待，学习静默，学习观察，学习反思，让圣灵浇灌我们心灵的土地，使我们进入神里面，按着神的心意祈求，也让神的话语得以在我们心中向下扎根与发芽成长。我相信这个时候，当我们面对严峻疫情考验我们，是不是愿意将时间分别出来，多些时间来亲近神，多默想神的话，多为别人付出祷告的代价。这也是神希望借着我们寻求他，恒切不住的祷告以及坚持的信心进入神里面，神就会显明更大的神迹、更大的供应以及更大的祝福在我们当中。当我们了解了突破性的祷告不是偶发的，不是突然的，而是要在耶稣基督里恒切付出代价的祷告，直到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完全彰显。西番雅书3章20节 A， 我们一起来读：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，聚集你们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，因为我们心所求渴慕，按着神的心意，神听见了，神看见了，神会聚集我们，领我们走在恩典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神的话语有不漏空，你愿意一起在属灵生命上来突破吗？求圣灵带领我们往前行，借着祷告的力量，一起走在神的道路上。我们感谢神，神一直为我们预备丰盛的恩典，神一直等候我们归向他，步入恩典之路。让我们一起来感谢赞美神，也回应神，透过诗歌《恩典之路》来感谢赞美。
我走这一路，高山坡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万人中唯独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地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。你爱，你手，将我紧紧抓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。你爱，你手，牵引我走这人生。一步又一步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。你爱，你手，将我紧紧抓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。你爱，你手，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你爱你手，你爱，你手，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这个时候，邀请我们一起为下列的事情来祷告。第一，我们为着我们属灵生命能够行走在神的道路，并且得神的智慧，一起来祷告。第二，我们也求神兴起祷告复兴的火。第三，我们为教会的属灵领袖愿意委身的同工能够被兴起，一同来祷告。第四，我们也为着自己、家庭、工作，还有我们的健康来祷告。当我们祷告完后，也邀请大家跟着自己的小组会后一起进行 RPG 的分享代祷。亲爱的父，疫情到了这样的阶段，愿你继续保守我们，能够坚韧地走完前面必须走的路。父啊，在这段时间，恳求你来关照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需要，还有孤单，帮助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更深的来领受与你的亲密，还有喜乐。所以，亲爱的父，愿你在我们等候的这段时间，更深的复兴我们每一个人的灵命，帮助我们更深的渴慕来亲近你，与你一同走每天的生活。所以主啊，帮助我们更多的渴慕的时候，你预备我们的心，来为疫情结束后，我们能够一起来在教会或是在各生活的场域来侍奉你，帮助我们预备好我们坚定的心智，来看到我们还没有看到的那样的明天。所以，亲爱的父，也求你帮助我们在这段时间更深的来照顾我们自己的身心灵，也照顾我们周遭的朋友、家人的身体健康，让我们无论有什么样的情形的，不要害怕去面对需要接种疫苗的事情，让我们在各样的判断中都能够有你的智慧，是出于爱来过我们的生活，而不是出于恐惧以及种种的担忧。愿你的力量时常伴在我们左右。谢谢主，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疫情还没有完全解除，我们仍然不能够掉以轻心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为以下这几件事情继续迫切举起你的手，一起来祷告。第一个，我们要在疫情当中为我们每一个富强人，大家在身心灵的平安，都一起来守望祷告。第二个，为了我们富强教会在各样圣工，虽然受疫情的限制，但是每一样圣工都能够容神益人。第三个，我们继续为台湾的疫情能够真正缓和，疫苗能够得到普遍的接种，大家都得平安来做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迫切一起为这3件事情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在这段2个月，我们一直在疫情的居家防疫当中，我们确信，因为你的保守，每一个富强人都有美好的灵修生活，以及美好的身心灵的保养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这外在的挑战很大，我们随时都有遇到起伏的时候，求上帝赐下怜悯，提醒我们，激励我们，让我们借由祷告、灵修、家庭祭坛，时时得到身心灵的提醒与保守。上帝的恩典在我们当中，也求你保守我们，在行有余力的时候，我们关心周遭的我们的弟兄姐妹、亲朋好友，还有我们的 base 的、我们的家人、好朋友或是同事，也为他们代祷，为他们求神的怜悯。主啊，我们也会在疫情当中，教会圣工不能全面的展开，但是无论从儿童一直到老年人，我们所进行的各样事工、关怀或是线上的聚会，都能够荣耀神，也让大家弟兄姐妹彼此能够凝聚、认同、支持为教会的祷告。特别在疫情还没有完全缓和，还有确诊的个案发生的时候，求上帝保守我们能够配合整个防疫的步调，为着疫情的缓和，特别是疫苗有足够的供应，让我们借由疫苗能达到集体的免疫。主啊，求你一样一样保守我们，让这样的事情在大家的努力配合之下，我们早日来解除这一些疫情的控制。求你保守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有这样的配合，特别是全台湾身心灵都有你保守，大家得平安。特别是为那一些染疫的或是失去生命的我们的同胞，求你赐下你的安慰扶持。那些在第一线服务这些病人的医护人员、工作人员，也是给他们强壮的灵，是给他们勇气、信心与能力。我们在你面前献上一切的祷告，我们知道是主耶稣的恩典，愿神亲自赐下这样的福气在我们每个人当中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
上帝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，让我们一起在走入恩典之路。我们一起来唱恩典之路副歌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。你爱你手，将我紧紧抓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。你爱你手，牵引我走这人生。抓住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。你爱你手，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你爱你手，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最后我们要用主祷文为框架，来为疫情做特别的祷告。请跟着我，借着主祷文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求你垂怜，当我们因疫情不安时，让我们相信你正掌权，以你完全的爱除去恐惧，使我们刚强壮胆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让我们不单靠政府、专家与医护，求你赐他们良善正直与智慧能力，抵住沉重压力，谦卑做仆人，因为唯独你能医治与拯救。愿你的国降临。我们坚信疫情升降全在乎你，求你医治患病的，拯救病重的，安慰愁苦的，让病中的可信靠主耶稣得永生。求你教我们学习跟随你，与受苦者同苦，与哭者同泣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若是能行，求父使这疫症快离去。然而非按我们的意识，而是按你的旨意。若这疫症必要我们承受，求赐恩典，让我们能谦卑，成全你至高的旨意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。求你为我们预备所需足够防护的用品和充足的食物。求你赐下智慧、果断与宽容，叫全民同心防疫，善用不同意见，订定最有效政策与措施。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求你赦免我们疏于祷告守望，赦免我们多看人眼中的刺，而忽视己腹中的粮。求你教我们宽恕犯错、无知作恶的人，因你也饶恕我们的无知与恶行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求你不让我们陷入只顾身体而忽略心灵，只重今生而轻视永恒的诱惑中。救我们脱离疫症的凶恶，让我们行过死荫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
身心灵得到你的保护。教我至死也要把善良延续下去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感谢主。虽然我们在线上聚会没有办法实体见面，但我们确信每一个礼拜，大家就借由这段祷告，同心在主面前祈求，相信神在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在应许我们的祷告。我们看到疫情也慢慢在往下降缓和当中，尤其我们现在疫苗已经陆续在往不同的年龄层要来注射，求上帝保守我们在接受疫苗注射的时候，用祷告的心求神保守，让我们打疫苗的时候一切都很平安，一切都很有信心跟快乐。也就是继续带领我们真正能够达到实体聚会的时刻，我们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。记得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礼拜天，我们也一起参加线上的礼拜，良堂的礼拜。其中呢，还有我们的主日学，还有一个线上主日学，让我们不能见面，但是我们时时在空中的礼拜堂一起服侍主、敬拜主。愿大家一切都平安，大家平安。